復活節想去日本睇櫻花，一於跟住中環遊大阪賞櫻專機出發啦。成架機只會接載我哋嘅貴賓。復活節黃金檔期4月3同7號出發，撞正5日連假，完全唔使請假。航班時間仲好超，中午出發，傍晚返，包埋23kg 寄艙行李同機上餐食。為咗呢個賞櫻專機，我哋精心設計多款旅行團同自由行套票。無論係想帶小朋友去玩、去樂園放電，定係想浸住溫泉賞櫻睇靚景，都有選擇。由7999起，實有一款啱你心水。事不宜遲，即刻介紹幾個精彩行程俾大家先睹為快。首先介紹5天櫻花狂想曲行程，呢個絕對係櫻花迷嘅首選，一次過帶你遊覽11個賞櫻名所。朝早欣賞繽紛櫻海，夜晚去大阪城、東寺睇夢幻夜櫻，更加乘坐天幕玻璃船，唔同角度陶醉花海。特別安排入住白濱萬豪酒店，同品嚐人氣蟹道樂料理。對自己好啲，仲可以升級私人風旅，一邊浸溫泉，一邊欣賞和歌山海岸線，簡直係人生大享受。帶住小朋友想玩得盡興，可以選擇5天大阪親子樂園私人溫泉，一次過滿足晒大人同小朋友嘅需要。行程包括人氣白濱冒險世界同日本環球影城，等大家盡情放電，仲會欣賞櫻花同埋去士多啤梨園體驗即摘即食嘅樂趣。最正係安排入住白濱 Blanchett 私人溫泉獨立屋，一家人可以隨時浸溫泉享受家庭樂。鍾意睇靚景嘅朋友可以選擇天橋立、四國天空之鏡或者福井三方五湖行程。想自製行程，自由行套票就最啱你。入住核心地段嘅梅田蒙特利拉弗里爾酒店，想去邊玩都好方便。最正係包埋溫泉大浴場及豐富早餐 ，CP 值爆燈。無論想跟團定自由行，中環遊都幫你準備好，機位同住宿都已經落實，保證出發1月31號前報名，每人可享早鳥優惠500，用埋恒生匯豐信用卡仲可以再減100。櫻花花期好短暫，專機座位有限，把握機會，快啲上網或 WhatsApp 344300000報名，鎖定你嘅復活節賞櫻之旅。